每一年復活節，教會都會慶祝一件非常重要嘅事情，耶穌嘅復活。但我哋可能會問一個問題：耶穌復活對我哋今日嘅生活到底有啲咩意義？呢件事只係一個歷史事件，定係同我哋每一個人都有關？喺福音中，耶穌被釘喺十字架上，經歷痛苦同死亡。對當時嘅宗徒嚟講，一切似乎已經結束。佢哋曾經跟隨耶穌，充滿希望，但係喺十字架面前，佢哋感到害怕、失望，甚至四散而去。但係第三日，事情發生咗改變，墳墓係空嘅，耶穌復活咗。呢個唔只係耶穌個人嘅勝利，而係一個改變世界嘅開始。首先，復活話俾我哋知，死亡並唔係終點。喺人生中，我哋都會面對失去、痛苦，甚至對未來嘅恐懼。好多時候，我哋會覺得一切好似走到咗盡頭。但耶穌嘅復活提醒我哋，喺天主內，結束並唔係結束，而係一個新嘅開始。呢個並唔代表我哋唔會再經歷痛苦，而係即使喺黑暗之中，仍然有希望存在。第二，復活讓我哋知道，天主嘅愛比死亡更強。耶穌願意為人類承受痛苦，甚至死亡，但天主並冇俾死亡成為最後嘅答案。復活顯示出愛係最終嘅勝利。當我哋喺生活中感到孤單、被忽略，甚至覺得自己唔被愛嘅時候，復活提醒我哋，天主嘅愛從來冇離開過。第三，復活改變咗宗徒嘅生命。喺耶穌受難之後，宗徒們曾經害怕躲藏，但當佢哋見到復活嘅耶穌，佢哋嘅生命完全改變。佢哋唔再怕，而係勇敢咁出去宣講福音。佢提醒我哋，信仰並不只係知道一啲道理，而係一種生命嘅轉變。第四，復活亦都邀請我哋重新咁看待自己嘅生命。好多時候，我哋會被過去嘅錯誤、失敗所困住，但復活話俾我哋知，天主可以俾一切重新開始。無論我哋曾經做過咩、走過咩路，只要我哋願意返到天主身邊，就永遠有新嘅可能。第五，復活俾我哋一個使命。宗徒喺見到復活嘅耶穌之後，被派遣去將呢份喜訊帶俾世界。同樣地，我哋今日亦都被邀請將希望、愛與信仰帶俾身邊嘅人。呢個唔一定係好大嘅事情，有時候只係一句安慰嘅說話，一個關心嘅行動，已經係喺度活出復活嘅意義。所以耶穌嘅復活唔只係發生喺2000年前嘅一件事，而係一個持續發生喺我哋生命中嘅真實。每一次我哋喺困難中仍然選擇相信，每一次我哋願意原諒別人，每一次我哋重新站起嚟，其實都係喺度經歷緊復活。復活提醒我哋，黑暗之後會有光明。失敗之後可以重新開始，死亡之後有生命。咁點解復活節對天主教徒嚟講咁重要？因為復活節其實係成個基督信仰嘅核心。如果耶穌冇復活，咁佢嘅受難同死亡就只係一位義人嘅犧牲。但正因為佢復活咗，呢一切先至有咗真正嘅意義。復活證明咗耶穌唔只係先知或者老師，而係真正戰勝死亡嘅救主。對天主教徒嚟講，復活節唔只係紀念一件過去嘅事件，而係我哋信仰嘅根基。正如宗徒們所宣講嘅，如果基督冇復活，我哋嘅信仰就係空嘅。復活節同時亦都係一個更新嘅時刻。喺四旬期中，我哋透過祈禱、守齋與施捨，準備自己嘅心；而喺復活節，我哋重新記得，我哋已經喺基督內獲得新生命。
呢個亦都係點解喺復活節守夜禮入邊，教會會點燃新嘅火，象徵光明戰勝黑暗，亦會有洗禮，象徵舊我死去，新我誕生。因此，復活節唔只係喜樂嘅節日，更係一個邀請我哋離開黑暗，走向光明，離開罪惡，走向新嘅生命。對每一位天主教徒嚟講，復活節提醒我哋嘅信仰唔係建立喺失敗或者死亡之上，而係建立喺希望同生命之上。願你喺今年嘅復活節唔只係紀念一個節日，而係真正體會復活嘅意義。無論你而家正面對咩困難，願你都會記起喺主內永遠有希望。如果呢段分享帶俾你一啲反思，亦都歡迎你訂閱呢個頻道，同更多人分享呢份信仰嘅力量。願天主祝福你同你嘅家人，主佑平安。我哋下集再見。